大家咧喺一啲財經或者創業圈入邊咧，應該成日都有聽一句：你永遠賺唔到你認知以外嘅錢。如果大家都認同呢一點咧，咁今日我可以同你哋用大腦科學去拆解一個好多人都唔明，但係又好燒腦嘅底層真相。放翻喺我哋潛意識嚟講嘅話，任何你潛意識唔認知、唔熟悉嘅嘢，佢一概咧都會歸納為危險。所以咧就可以解釋到點解喺我哋現實生活當中，你慢慢會發現好多本身解釋唔到、極度唔合理，但係又好似重重複複咁樣發生，睇落好似都有啲平常嘅事。但係只要你細心去覺察，你就會見到有一個 pattern 好似一直重複發生咁。例如每次你嘅事業或者關係準備有啲大突破，金錢有啲大豐收嘅時候，總係會有啲莫名其妙嘅嘢。譬如關係上講錯一句嘢，令到關係破裂；事業有一個好大嘅機會，但係又覺得自己仲未準備好，白白錯過咗。喺金錢上可能有花紅或者巨額財富，就會莫名其妙破財，或者做咗一啲匪夷所思嘅投資決定，一次又一次將自己美好嘅事情破壞佢。以前呢，我都好表面咁樣睇，呢啲都係自己唔好彩或者一時大意，但係真相係你大腦意識嘅底層其實好自私，亦都好蠢。佢唯一一個核心嘅任務就係唔可以俾你發達，冇錯，唔可以俾你幸福，而係要你安全咁樣生活喺度。而大腦嘅原始代碼裏邊，乜嘢叫安全？就係我好熟悉，我習慣，我體驗過嘅嘢，咁呢啲佢先叫做安全嘅。如果你童年或者你上一代留俾你嘅底層身份認知裏邊係我好辛苦啦，我好匱乏，你唔值得擁有嘅，充滿住全部都係壓力啦、焦慮啦，咁呢啲定義就會去咗你大腦嘅意識嗰度。只要你一直俾呢一啲處於焦慮同埋匱乏之中，佢就覺得你係熟悉，而且係一個舒適圈，係安全嘅。所以當你長大成人，你嘅表意識咧就會日日諗住我要發達，我要自由，我要機會，我要豐盛。但去到嗰一刻咧，你個大腦嘅潛意識系統咧就會彈咗一句防禦嘅警報：輕鬆賺錢，有機會豐盛，呢個係大腦從來冇 download 過嘅認知嚟㗎。所以咧對你生命咧安全構成咗一個潛在嘅威脅，大腦就會立刻啟動咗自毀程式，帶你去返一個熟悉嘅匱乏狀態。呢個就係點解你用盡咗好多方法，睇咗好多嘅書，最後依然返去一個叫做命運嘅 pattern 裏邊，重重複複。真正影響結果嘅係身份。而呢個時候可能你會問 Y， 既然我賺唔到錢，亦都唔會活到喺潛意識認知以外嘅人生，咁我咪注定要認命？今日我想俾一個最強大嘅答案大家。大腦呢部冷冰冰嘅機器咧，雖然係麻木嘅，但係佢絕對係可以重新咁樣編碼。不過佢聽唔明一啲重重複複嘅許願，佢只係相信你現實中實質嘅行為數據。當你下一次喺生活當中再次出現嗰啲重複發生相似嘅問題，準備出現嘅時候，例如你要面對一個全新嘅大挑戰，一個機會，你嘅舊身份又令你產生恐懼啦，想拖延啦，唔好俾你試，想逃避嘅時候，我需要你好似訓練大腦肌肉一樣，強行按下暫停掣，夾硬留出3秒鐘嘅理智真空期，由心而發咁樣去做一個同你以前完全相反嘅實質行為。你唔需要去催眠自己，你只係需要咧用一個最真實嘅動作去話俾你大腦嘅潛意識知道，睇清楚，跨出呢一步去承接呢個豐盛咧係安全嘅，而且我可以做到嘅。底層意識等價交換就開始㗎啦，就係呢3秒鐘清醒嘅行為裏邊完成佢。正因為大腦嘅潛意識底層咁有趣，我設計咗呢一套身份意識重塑遊戲系統，唔係陪你療癒，而係陪你好似一個工程師一樣去除你大腦有毒嘅信念。喺呢個我睇落好似好自由，但係每個人又將自己困喺牢籠嘅世代裏邊。我呢一套可以俾你完全自我掌控嘅意識破局工具，